大家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今日我来大家分享黑拍舞图，运动对大家就非常的重要哦。故所Andy今日我来学一段舞图，让大家来好好的运动。第一个动作，Andy我来看一下手柄底下，往下看一圈，然后另一只手手叉腰，看清楚哦，手柄底下，1、2、3、4。从叶片上看到几片上，再摆哦，1、2、3、4，人家的思维要往后，膝盖要往下蹲，1、2、3、4，站起来，接下来听一个动作是1、2、3、4，两个脚往旁边踏一步，跳一下，2、2，半片上3、4，加上数。人家手是往旁边拉一下，1、2、3、4，记得哦，人家要跳起来哦，各位摆哦，1、2、
三四，然后就跳起来的时候诶，肚子要竖起来，咱们越竖越臭哦。过一摆，1、2、3、4的时候看一摆，看一看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的时候往旁边拉，1、2、3、4，再一摆哦，然后就来看一下1、2、3、4，1、2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然后就要老鼠往一只钳呢，往一只钳呢，不用到脸颊旁边。往片上往一只钳呢，不用到脸颊旁边。然后就会叫要踏2步，1步、2步，非常好。加起来是1、2、3、4。够一摆哦，准备咯，1、2、3、4，不用到脸颊旁边。1、2、3、4的时候，然后就会思维要左右左右，1、2、3、4，够一摆哦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哦，再一摆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也只动作是装可爱的动作，老太家一起装可爱，人家就从第一只动作来复习一下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的时候往旁边拉，1、2、3、4，还记得冇？装可爱，3、2、3、4，牛思维，4、2、3、4，非常好，再一摆哦，准备咯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同學有好背冇？再一擺哦，然後就看的時候咧，所謂標的呀，腳要打開，畫一個半圓圈，從左邊看到右邊上，1、2、3、4，接下來往旁邊跳，1、2、3、4，數把鉗呢放在臉頰旁邊，3、2、3、4，接下來哦，裝可愛的時候呢，思維有一點點往後翹，4、2、3、4，大家有做到冇？再一擺哦，從頭到尾再一擺，準備哦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有一點點翹屁股哦，4、2、3、4，非常好，然後就加快一點點哦，準備咯，腳會打開哦，預備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非常好，這個動作係唔係當簡單呢？基本嘅呢，人家好嘅動作只有2隻8拍，故說邊跳舞的時候要邊數拍哦。接下來，人家就等一下啲屁音樂嘅時候，將會跟得上。再一遍哦，準備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。接下來，人家就要來練習跳一下，往旁邊拉的時候，人家就會身體要往右邊或是左邊，用力的拉長。人家就來試一擺，1的時候呢，人家就會身體要往旁邊側開，身體跟屁股呢要往不同的方向，所以是1、2的時候往上跳一遍，2，往片上3、4，有看到請上的身體嗎？往旁邊拉一點點，另外一邊也是往旁邊拉一點點。人家就會腳老鼠會往不同的方向，故說係按呢，1、2、3、4，要注意這地方哦，這地方應該會非常的快，故說人家就要加快速度，1、2、3、4，再一擺哦，有一點點跳起來。1、2、3、4，
非常好，我们就从第一只动作来接腔下一起练习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，装可爱。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再一摆哦，加快速度，准备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我哋愛配音樂來跳一擺哦。準備咯！5、6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我哋就再練習一擺，準備咯。5、6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一擺哦，我哋就會保持呼吸哦，準備。5、6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哦。我哋就要注意一下，跳起來的時候，肚子要豎起來，往斜後跳。鼓手看一下，往後跳的時候，身體會拉開，拉開將會聽得將會跟得上音樂。鼓手係1、2、3、4，往上跳，再一擺哦，準備哦，我哋就從前跳。1、2、3、4，看到這片上，往旁邊拉。1、2、3、4。3、2、3、4的時候腳打開。3、2、3、4。4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我哋就將披着音樂來練習一下，準備哦。拉開，豎放臉頰，非常好哦。再一擺哦，準備咯。預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，跳開，放臉頰，扭絲紋，非常好哦，保持呼吸，然後我再練習一擺哦。準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跳起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哦，再來一擺，準備咯。5、6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哦。然後就前後一擺，準備咯。5、6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。非常好哦，大家都做到動好，要注意哦。然後就往擺隻鉗的時候。手不用力前頭，然後就要扭師傅的時候，屁股有一點點往後，這樣會扭起來哦。鼓手第一片，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哦。接下來我哋要來休息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係夢欣老師，今日我繼續來教大家合拍舞蹈的動作哦。一下我哋要來學前嘅動作，第一個動作係手往前指。1的時候往前，腳順勢打開。1、2的時候腳往偏上。2、3、4的時候，人家腳要踏進來。3、4，再一擺哦，人家腳係打開並起來，打開並起來。再一擺哦，加上數。1、2、3、4，再一擺哦。1、2、3、4的時候，腳並起來的時候，手往旁邊。3、4，非常好。再一擺哦，準備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的時候，非常的簡單。人家就會肩膀往上，往上。再一擺哦，準備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加上膝蓋要往下彈，所以是5、
六、七、八。再一摆哦，准备咯，往前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人家在位5、6、7、8的时候呢，除了肩膀往上提之外呢，有一系列的转方向，嘿，5、6、7、8。再一摆哦，准备咯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转方向，5、6、7、8。不过呢，人家就要注意下，目睭向要看前头。准备咯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下一隻動作是腳打開，2、3、4的時候，手外側鉗呢放在胸口前面，2、2、3、4，腳向用是踏並。再擺哦，先看腳，2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再來一擺哦，腳會踏穩來了，2、2、3、4，加上按的數，準備咯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的時候呢，膝蓋往下蹲，5、6、7、8左右，5、6、7、8。再一擺哦，準備咯，人家就要往後，1、2、3、4，往下蹲，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人家就要從頭來做一擺，從往前指的開始，1、2、3、4，肩膀，5、6、7、8，手抱胸，1、2、3、4，往下蹲，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來一擺哦，準備咯，預備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，肩膀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搖，非常好。再一擺哦，準備哦，腳會踏穩來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看一下老師的動作，人家就會腳，有一點點彎曲，腳趾頭這樣唔會疏鬆。鼓手，人家就往旁邊踏一步，腳趾頭彎鬆的，不用下來。1、2、3、4，向右站起來，3、4，有一些的往旁邊傾斜，人家就再來練習一擺哦。1、2，有一點點往旁邊，3、4，非常好。再來一擺哦，準備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的時候，腳趾頭保持彎曲，5、6、7、8。所有的動作，人家就會目睭都會看前頭，這樣唔會跌倒。鼓手，人家就從第一隻動作再來一擺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上一擺人家就會課程係從頭跳一擺動作，人家就來複習一下，看一下哦。第一隻動作大家還記得嗎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來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也係上一擺嘅課程，再一擺哦，準備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人家就會加緊不易的往前指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抱胸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
非常好，我们要从头跳一摆，我们要接起来练习一摆哦。预备，开始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，牛斯文，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，肩膀，5、6、7、8。抱胸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有后背嘛？再来一摆哦，慢慢的数拍，准备，预备，开始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来，我们要数较脚调的，准备咯，预备，开始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接下来，我们要配音乐来跳一摆，准备咯。预备，5、6，开始，往旁边拉开，牛斯文，往前1、2、3、4，肩膀，抱胸，摇，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哦，5、6，开始，拉开。往前，肩膀，非常好，大家要记得呼吸哦，准备咯，5、6，开始！1、2、3、4。非常好，大家要注意一下哦。等下就会动作往后抱胸的时候，有一系列往后推，5、6、7、8，再一摆哦，加上数5、6、7、8，要往后推，再唔会向前跳。再一摆哦，等下就来练习一只动作，轻后一只动作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安尼大家有后背冇？接下来，我哋要配电乐做练习一摆，准备咯，预备，5、6，开始。再一摆哦，准备咯，5、6，开始。非常好，大家就做到动好哦。然后就在跳舞的时候，要保持一下呼吸。今日的课程就到这片，希望大家拜拜。